隻係 Prince 小型成犬糧，重量為2kg，每粒糧 size 大細為1cm，採用兔肉及超過13種蔬菜水果為主要成分，含豐富嘅氨基酸及蛋白質幫助狗狗成長。蔬菜水果成分有抗癌、降低膽固醇、減低泌尿系統問題，令狗狗更健康。Prince 小型成犬糧適合1歲以上狗狗食用，桶裝內含有多條真空獨立包裝，方便衛生，保持營養以免流失。